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感受主嘅愛，改變我哋嘅生命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約翰一書4章7節。親愛的弟兄啊，我們應當彼此相愛，因為愛是從神而來的。凡有愛心的，都是由神而生，並且認識神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隻細妹仔愛做手術，佢嘅病情淨係有1/10能夠發作嘅機會。當護士愛幫佢打麻醉藥嘅時候，細妹仔就開口講：醫生，每晚夜我睡覺之前都會禱告，你有乜嘢事需要推導嗎？佢既然沒有愛為自家禱告，反而關心別人嘅需要。當時醫生留嘅孩子之間嘅關係唔好，心情常常都好低沉。醫生就請細妹仔為佢禱告。細妹仔就講：親愛嘅主耶穌，懇求垂聽我嘅呼求，祝福也為醫生，佢嘅困難你都知道。也記寫了個天真嘅祈禱，使到醫生感動到眼淚都充滿去眼眶。佢做去生平第一擺嘅禱告：神啊，求你使用我來拯救細妹仔嘅生命。手術之後，細妹仔好去，醫生也簽到去主耶穌。我哋一齊來默想，愛係生命中最重要嘅，係人際相處最寶貴嘅。在我哋人生嘅道路上，或者係陽光燦爛，或者係風雨交加，但係使到我哋唔懼怕嘅原因，係因為我哋心中有愛，而愛係從神而來嘅。我哋一齊來禱告，親愛嘅天父，你就是愛，感謝你先愛我哋，也愛我哋彼此相愛，因為也就係從起初我哋所受嘅命令，我哋愛全心全力愛你，也愛我哋周圍嘅人，用你嘅愛加速我哋嘅生命去影響家庭嘅生命，你嘅愛吸引家庭歸向你，你嘅愛改變家庭嘅生命，成為有福嘅人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